Hello，各位，欢迎再次来到网络小课堂。这一期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电视直播手机 APP。这个直播 APP 呢，刚开始它是不会存在一些港澳台以及海外频道的。当我们进行它的开源设置之后，它就会启动它的这个港澳台频道以及海外频道的一些频道。那么怎样来操作呢？接下来这一期节目当中教给大家。首先进入到这个软件之后呢，这个软件叫做星火 EW 直播这款手机 APP， 到时候我也会把它放到视频的下方，大家点击安装即可。好，打开这个 APP。初次打开这个 APP 呢，你需要稍等一下时间。我这里呢使用的是小米5 MIUI 10的操作系统来为大家演示。基本上所有的安卓系统都是可以演示的，没有iOS 版本的啊。好，进入之后呢，它有个广告，我们等它广告结束。结束完成之后呢，就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这个软件的页面当中。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软件可以为我们提供哪一些电视频道，有央视频道、自定义、已收藏、移动、电信。好，这电信的频道我们刚刚随机播放了一个，有联通。啊，我们随便可以播放一些，有贵州的、四川的、海南的、江西的、湖北的、湖南的、云南的、广西的、广东。好，基本上各大地方频道基本上都是有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基本上各个地区的频道，只要是国内的，基本上都有。而且这里呢还免费为大家提供了一些测试频道。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，如何来开启这些港台频道、海外频道以及这些测试频道。方法很简单，当你初次安装这个软件之后呢，点击返回键，点击返回键之后呢，这里有个软件设置，在设置当中最上方有个软件设置，你只要点击几下，也就是这个位置，只要你双击几下，它就会说调试模式已开启，请重启软件。就证明我们已经开启了它的港澳台频道。你刚开始安装这个软件可能没有，我们现在退出这个软件。退出直播之后，我们再次打开。再次打开，我们稍等一会儿。好，它也是每一次都会为大家加载一个广告，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啊。好，加载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进来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它这里的港澳台频道是不是真的可以播放。我们来试一个 BBC， 可以播放的，而且速度很快。我们再来试一个 NHK， 日本的那一边的频道也可以播放，对吧？日本的 NHK 频道，我们再来换一个半岛电视台。如果没有办法播放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切换线路。有线路，有4个线路，你可以任意的来进行线路的切换。这里已经变成了半岛卫视在播放 CNN 的一个电视频道了。当然，除了切换线路以外，我们还可以切换这个软件的解码，可以切换成我们所说的软解，也可以把它改一改，改成其他任意的解码形式，也都可以适应你自己系统的比较好的解码，都是可行的。好，我现在切换到了硬件解码，已经变回我们的半岛电视台了。好，刚刚我们所进行测试的是一些海外频道，这下面还有很多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有很多的海外频道，有 BBC 的，有法国的，有 KBS 的，这些都是你可以自己来进行测试的啊。港台频道，我们来看凤凰中文，没错，没问题。凤凰电影基本上是秒开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基本上秒开，速度很快。好，这还有广告，把广告在哪？翡翠台也可以播放。再来换一个 TVB，广告有点烦人。明珠台，好，还有一点加载速度。这个频道好像播放不了，我们再切换一个。这是一个无线财经台。我们再来换一个星空卫视。基本上你们发现绝大多数频道都可以非常流畅的播放，只有个别频道呢，它会有一些加载速度比较慢的情况，但是也是可以播放的。好，我们来换一下，切换到一些
台湾地区的频道有 P2P 节，我们来看一下一电视新闻台。需要一点点加载速度。它有5路信号，我们可以任意选择一个信号，我们选择一下更换一下信号吧。好，这个频道有一点点也播放了啊，我还以为它播放不了，但是画质不是很清楚。好，我们再换一个频道吧，东森新闻。那也都是可以播放的啊，基本上这里的港台频道基本上都是可以播放的啊，大家可以自己来进行测试，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个软件呢，到时候我也会把它的 APP 安装地址放在我们的视频下方。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广告特别多啊，我刚刚放了这么久，广告特别多，特别烦人啊。其他的方面呢，也都是还是不错的啊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 YouTube 上订阅我的频道。以后呢，还会为大家分享更多非常好看、好用的一些软件，一些非常好的网络小技巧。好了，这一期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